大家好，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呢個頻道，我先簡單自我介紹，我叫 Energy，我喺香港體育教育同訓練行業超過20年，親手教過幾百個學生，接觸過幾萬個家庭啦，由普及啦、校隊啦、屬會啦，到精英升學路線啊，我都行過見過，所以今日我講嘅嘢唔係估。唔係聽翻嚟，而係行內人一直都知道嘅事實。承接第一集，上一集講 Pickleball 咧，炒場新聞咧，我知道留言區一定好熱鬧。有人話政府點解唔拉人啊？康文署點解唔做嘢？呢啲明明就係賺公共資源，但係今日我想同你講清楚一件事：點解行內冇乜人覺得呢啲係新聞？因為體育圈一直都有一套唔寫出嚟嘅規矩，我唔爆料，我唔講邊個，我淨係講玩法咯。體育圈有幾個大家默認嘅潛規則，咁第一，只要你唔寫學費，就好難界定你係教學。你可以話係體驗、交流啊、活動啊、支援、顧問啊，字眼一變，性質就變。第二，只要你話自己唔係教練，只係安排人搞活動，責任就好模糊。教學監管、專業資格好多時根本唔會觸及。第三嘅，只要場地係合法租翻嚟，後面點營運，其實好少人會追。以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為例，佢嘅角色主要係管理場地啦，唔係審理做生意定做教學噶。結果就係制度上合法，操作上灰色，行內心照。所以我要講一句可能冇聽嘅真話啊！呢啲操作唔係 Pickleball 開始，亦都唔會喺 Pickleball 結束。只要有公共資源、非牟利名義啊、升學、選拔、前途壓力，就一定會有人將普及運動慢慢推向收費門檻。最嚴重嘅問題係咩？唔係有人賺錢，而係最後被定價嘅係小朋友嘅機會。當所有訓練、比賽、發展都包裝成服務費啊、支援費啊、發展計劃啦，最終會出現3件事。第一，普及運動變貴；第二，基層家庭自然退出；第三，升學同埋精英路線變咗付得起先行到。呢個影響唔係1年2年，而係一代。我點解要講呢啲？因為我見過太多家長唔係唔肯付出，而係根本唔知道自己係咪被制度推住行咯。更見過太多小朋友能力唔差，咁但係因為資源問題慢慢被邊緣化，呢個先係我最唔想見到嘅事。最後我想同家長講一句，如果你係家長，如果你關心小朋友嘅體育發展啦，升學方向，甚至只係想行少啲冤枉路，呢個頻道呢，唔係教你炒場，亦都唔係教你鑽漏洞啦。我想做嘅係幫你睇清制度，聽懂語言，分辨真假選擇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集有用，請你訂閱我嘅頻道，俾個 like， 同埋喺留言區講下你嘅睇法。你一句留言可能就會幫到下一個迷惘嘅家長。多謝大家，我哋下一集再傾。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歡迎加入我哋頻道。